好，我哋今日做2024年 Paper 2A 第2題。咁我哋睇下題目先。2022年間公司就用咗咁多錢去買咗個辦公室物業啦，然後有以下支出，間個線先。就要做咩呢？ Part A， 我哋要做一個報表去計算需要資本化嘅成本。咩意思？咩叫資本化嘅成本？即係我哋要知道邊啲叫做資本支出。資本支出係咩嚟㗎？係可以帶嚟長期利益㗎啦，一定會招致嘅一啲成本嚟嘅。通常佢就係依世人淨係俾一次就得㗎啦，咁樣樣。好，咁我哋睇下邊啲係帶嚟長期利益必須招致嘅呢？首先，呢一筆錢你買嘅時候要俾嘅購入價啦，係咪必須招致嘅？係。裝修成本係咪必須同埋長期利益？係。經紀費係咪係？管理費按金係咪必須同埋長期利益嘅？按金通常係可退還㗎嘛，係咪？咁所以佢唔係啦。年度火險係咪必須同長期利益？年度喎，咁所以唔係一個好長期嘅利益嚟嘅，得一年嘅啫喎，即係一個會計期限嘅啫喎，所以佢唔係啊。律師費係咪要俾嘅？係。移除物業內舊裝置嘅成本，咁你拆咗啲舊嘅嘢先可以擺新嘅嘢喺度㗎嘛，咁所以都係一個必須招致嘅成本。好，咁我哋而家知道啦，總共有5個睇落去，咁我哋就可以開一個報表啦。好，跟住我哋就可以列出嗰5項成本啦。Okay，然後 total 我哋就會揾到辦公室物業嘅成本啊。咁你撳一撳計數機，加個 total 出嚟，好9773000。好，然後去 Part B。Part B 就係講呢，佢哋買咗一部成本幾多嘅車啦，有殘值嘅，用餘額遞減法，每年20%，財政年度結尾嗰日係12月31號。然後9月1號，23年9月1號，日期好重要啊！當你做折舊呢啲題目嘅時候，跨住先。佢就以咁多錢咧出售咗呢個貨車啦，然後咧佢會償還24年嘅時候先會償還呢筆錢嘅。OK， 框住佢。咁即係呢筆錢收到未㗎？未收到嘅，所以佢都冇同你講係現金啊，定係銀行存款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呢一筆錢個名應該叫做應收帳款，未收到㗎嘛。OK， 題目叫我哋做日記分錄。好，咁我哋真係要開日記簿。咁我哋要記錄2件事嘅，第一件事係佢嘅折舊費用，第二件事係佢嘅變賣。咁我哋做咗第一件事先。折舊費用係費用啦，費用多咗應該係借嘅，咁所以你應該會係借折舊費用，貸累積折舊。咁我哋就要計一計係幾錢啦。佢話用餘額遞減法啦，咁餘額遞減法需唔需要你個殘值㗎？唔需要，冇錯。咁所以個殘值係愛嚟 fit 你嘅啫，咁可以唔使理佢嘅。咁我哋買咗一部成本120000嘅車啦，然後我哋係2022年4月1號，2022年嘅時候咧，我哋係由4月1號去到佢話每年年尾係12月31號。請問經歷咗幾多個月啊？20%，咁經歷咗幾多個月咧？4月、5月、6月、7月、8月、9月、10月、11、12，9個月。咁一撳計數機係幾錢啊？到18000啦。然後2023年，佢應該由1月1號存在到佢幾時售出？9月1號。咁存在咗幾多個月？1月、2月、3月、4月、5月、6月、7月、8月，8個月。因為9月1號就賣啦嘛，所以9月佢冇存在過嘅，咁所以佢只存在咗8個月。咁餘額遞減法就係要成本減累積折舊，呢個就係我哋累積咗嘅累積折舊，乘以20%，再乘以8個月，你會得到13600。呢個就係我哋要揾嘅折舊費用啦，咁所以13600。好，然後我哋做完呢樣嘢，我哋第二樣嘢做變賣。首先我哋要知道自己冇咗啲咩，我哋冇咗一架貨車，
貨車係屬於資產，少咗資產應該係貸啦，咁所以貸貨車。成本係120,000。咁我哋相反啦，我哋得到咗啲乜嘢啊？我哋得到咗應收帳款係咪？咁所以應收帳款仲得到咗啲乜嘢？我哋當係一個回本嘅過程啦。咁曾經用過佢都算係我哋得到啲嘢啊。咁就係累積折舊。而呢一個累積折舊講嘅咧，就係由佢存在喺呢一間公司到佢走嘅嗰一刻累積落嚟嘅折舊啦。咁所以就係2年加埋啦，180,000加136,000，total 係3160。好，咁我哋睇下邊邊多咗，邊邊少咗先。應該依邊少咗啲錢啦。咁點解我哋賺嘅少過成本嘅？因為我哋有損失啦，咁應該就叫做變賣損失。計下爭幾多先？呢度加埋爭幾多先夠120,000？240,000，搞掂。